各位聽眾，各位歡迎到嚟收聽，邊啲好嘅你即係或者你排我往接落去講話人嘅白帶未告訴你往即係做半更嘅告訴講嘅只有特別嘅邊只 Clubhouse 什麼啊 Google Meet 什麼啊，所以我咪學大家有機會講咯。然後未必有可能冇鬼告訴，所以平時用嗰啲點先攞人哋所有鬼告訴啊。然後即係呢排咧嚟介紹我特別嘅邊只先，你看 Google Meet 咧借人話，哎呀死，我俾我咪 view 過，我係 view 嗰邊有8個人，有6個人，7個人。即係所以講得切嚇切嘅啦，誒啊！即係特乜住冇嘢啊，特乜嘅謝人嘅嘛 ，someone wants to join，OK，住講 someone wants to join，I mean OK，嗰一個 ，sorry 我一個另外一個唔知是多邊間哦，嗰有到啲應該點走去啊，然後嗰到啲 clubhouse 入邊嘅咧謝人佢未講 ，OK，特乜住講未講嘅係，哦對，冇行 ，I mean 我大行，就是迄個 mystery shopper 啊，mystery shopper 對。係咩是 mystery shopper？ 唔知有對做過無？我先生我上間是 scam 來賣攤類嘅，特別我有陣時是我做兩單，一單上間是50塊好啊。哦，我見佢都入去做 mystery shopper 上間是15分鐘嘅嘛，所以我頭一個。等陣，冇白，你聲冇冚。你一定是看一個看 YouTube 一個入佢哋數數冇白，嗱你冇嗰隻條槍啦，嚟講句我大學，你講你隻 Mystery Shopper 係咪物件 ？Mystery Shopper 是成日講人為 Christmas 時要買物件下人啊，買下人仔買物件，你叫你去買呢哦。冇，唔是你去做 survey，then company 請下你mystery shopper 啦，就是你入去啊，你加你 company 做 survey 看伊嘅 company 有。哦，伊是去當人嘅，伊去我 actually 想個 spot check 嘅嘛呢？伊是想 spot check 嘅，你去 audit 嘅店。成日 audit 呢款，所以我成日我去 Astro 嗬，對。哦，你是 undercover 呢？你做？對 undercover。做 spy。一直就啲做 Karen 啦，你係冚燈冚細嘅呐，看人按怎 react 咯就。哦。我成日我做迄個 Astro 啊，伊就是有伊迄個伊成日有一個 website 啊，你去見看 ，OK， 你愛做一個 task 咯。然後你 accept 咗迄個 task 過後，伊會 send 你一個 questions 啊，你就了解迄個 questions 吼，伊看伊 requirement 啊，成日我迄個 Astro 吼，伊愛錄音嘅。所以伊就迄個 question 就講 ，OK， 你去迄個店咧吼，你就愛問即個人，是啥物問題，就去 Astro 內邊有啥物物件，若是講安尼款嘅 situation 來講，我會安怎解決？所以我錄音了，我 send 到對去 Astro 安尼款 answer 伊 question，then 伊安尼款談咯。哦哇！所以你是成個做個多人背脊，唔是隻手。特別今年真坎坷做到是蝦米做無？哈人白鷺，要食人。哎，你我未做呢間。你睇下我淡薄驚，就是成個是蝦米一個 bank 就掉了啦，一個 bank，但我入去啊，我就是拄着食人 bank 噶，我無真是 complete 係你 task 啦。哦，你咪是做 audio 你使啦錄音咪是換聲就。我是囡仔，我係買物件。我聲，我是毛毛號，啊不是我大號。你是綿羊啊？我是綿羊，我嚟買哎呦，這個聲介上一個人爾，我嘅朋友有用啊，本來這個聲。啊，一句。即係 mystery shopping 嗬。我問你嚟新加坡時，我做這個。你是你捌做過啊？做真濟，我問你過嚟新加坡時，我做真濟。我做幾十年。啊，好談咯。actually 是袂歹嘅。你是 online 啊？是 online 啊？是到底？冇，我材料是我去 retail 嘅，所以我愛去 retail 嘅店。有誒，我做真濟做食嘅，我趁食 free 嘛。哦，你去 check equality 呢？很好。แล้ว伊有一 set question 我哋愛問看伊個人會曉答無，伊個 staff 會曉答無。OK。有誒，因個愛叫我做上加 pressure 嘅 staff 啊，你就愛上加做間你是一個 difficult customer 看伊安怎respond。OK，我買。
叫我買冇啫。有陣時我去做買衫買白時，我就係講特別你一個看了就無講真水啦，嚇，佢按照搞 promote 到嘅呢。OK，哇 ，mystery shopper，我諗我成個 mystery shopper 對我嚟講是成個講你去隔人 shopping 咯咋，即唔是，即是你是 pretend to be guesses 講做隻 shopper 咧，只去看嘢 reaction 成咗咧 report 到啲可以公司聽。你 either 是做你 either evaluate 伊個 staff， 看伊會曉安怎 respond to customer， 還是看伊個 product knowledge。你問伊即個 product， 你會使得問阿蕉啊，問看即大媽你是國咁嘅做嘅啦。無咧，有嘅是去個店看，愛翕相應嘅看伊個 display，咁咧有放好勢。OK， OK， 我有 question， 哈你公司請你 mystery shopper normally？ 真正濟咯，我做真濟啊！我唔見行嘅，我有做過luxury brand 買衫，我有做過。參邊做一間店咧，我係買手錶嘅店啊，伊去咧甲我講嘅呢。賣電話我冇有做過，了食嘅我冇有做過。最注意聲啊，係咪聲嚟？摩托。即係我有做過。阿韓嘅 vibrator。嗱，有啊，伊可以讀家隻。呀，韓嘅 vibrator 啦，怪邊誒，收我啫，我能夠受我按按咯，韓。誒特別呢部聲啦，等陣我哋會 change。嚟，交個叫。啊，射字器啊嘛，冇聲咯。你特別對，我想住特別顧查就咪。誒，了所以上家是唔是上家 AC Nelson 喺公司請啦 I think 是 individual 公司。差不多是反正有 AC Nelson 公司嘅。不得掉到你啦，因為上家我 project 啊，我做好我客件嘅時after 伊人嘅 staff training 啦，伊人嘅 culture training yang product knowledge training 你睇啦，我人都請 mystery shopper 去做下物件對呢。我諗請 directly 啦，諗自己請啦。應該我做嘅隔了是大公司，所以go through 一個 agency 呢。go through 一個 agency 啊。OK， 超別。OK， 咱就等陣我要講佢講我part time嘅工，我係part time嘅工咧是。冰島無雷談嘅啦，你知啊 family 嘅時度是無雷談嘛。特別我出來唔是做生意，特別我伊是開店嘅嘛，所以伊開賣高檔店嘅咧，伊是賣日本仔客嘅。所以日本仔客我是去做修理嘅，所以我日本仔吼，我學嘅物件，我是學規律，所以 number 我會曉，你是找規律，了我是因為樣是 sales 人是去甲 customer 嘅嘛，了。我伊是做 deal， 伊是做收類嘅咯，嚟拖嘅。然後最後要找類嘅時，伊就將去拖。講下即係就要找到這類係咪？然後我伊接到拖嘅，好我嘅類，然後我就走去嘅一類 deliver 一類去，所以我是 money delivery boy。所以走去，然後類即日本人咯，然後時就被停電啦，車啦，我交多數。有時有當時就被成個每被包物件哼，你我做過，然後你只趣味啊 ，because 你是無你談，你是做熟呢，做爽呢。然後去大學嘅時，我個做computer lab 咧是只英嘅工，特別伊是工考是安尼，我嘅點聲是半暝12點到早起7點，所以是無限困嘅咯，幾暝。一到啲 computer lab 要人印物件，抓印啊咩時候介紹一撥啊，那款 printer 那款介紹呢，那款物件。特別工考是未工考咯，是講嘛早起是愛困嘅咯，所以 class 是11點嘅，所以我係對去困隻แล้วก็去等 class นั่น咯。特別係你有攤類啊。Uni อันนี้ทำเลยอ่ะ print เกี่ยวกับไอ้ hot กว่าอ่ะ 那是一是 dot matrix 嘅 printer 的 man 咯，那是 laser printer 就好一撥。對，我冇類啊。日本類嘅是大檳榔嘅事啊。對。就是講伊人用日本類來買物件。對，伊人加鹽。
啊是 US dollars 有當時一免話 ringgit 啦，所以也yen嚟買，所以人較方便嘛。就係 tourist 啊，這個伊買物件是免講哦，特地會去馬來西亞換鐳嘅啥物好，一直頭使用緊嘅個機鐳來買咯。但係只爽嘅咧，我特擺成是個包嘅，有陣時人買到只你在日本啊，正是個買紀念品嘅嘛，實個你去到佚佗啊，你特別夾淡薄物件，等於學厝人啊，還是朋友啊，可能就，所以人買到伊 scarf 馬地 scarf 是買到只幾條嘅喎，所以往是20條，往是50條呢吼，所以我人特別特別係咩咯，特別夾每話一緒に哦，別子，那個唔一樣咯，那是為別子，那話就 Q 到包。那一包一條 scarf 一個 bag， 一個 scarf 一個 bag。有啲人咧，樣時成個夾50條，你可以50個 bag， 一定出家己包嘅。有啲想要做一包個了，所以安尼啦，我要做嘅part time，講是安尼啦咯。我出嚟都冇做 part time 啊。做一個 wedding singer 咩 ？wedding singer 算做 part time 啊嚇，會使唔啊 ？wedding singer 有咯，我是唱歌啊咯，做歌帶。雕花，是人教演嘅時，成個 ceremony 裏面是會唱歌，所以人請我咯。係你好彈哦，這個我當然冇做啦。係你好彈往時嗬，你唱3條歌，阮是150塊；唱6條歌，阮150塊；唱5條歌，1條歌，阮150塊。美金哦。美金 usually 是 within 1點鐘嘅啦，佢就15分鐘咧度嘅。是講有當時有新嘅歌就按好啦，所以你喺呢度算做你嘅歌像 extra 嘅點聲咯。但是講你唱嘅，較隻舊英唱幾條啊，咩 Ave Maria 咩幾頭嘅咧嗬，所以差唔多上嘅，所以就應嘅你講。爽所以有 band 嘅啦，有 band 嘅啦。有當時有 band， 伊人叫。所以伊人叫了，我就那是無識嘅 band 就會 rehearsal， 那是識嘅 band 慢慢 rehearsal 咯。because already 做隻超貴啊嘛。有當時伊 band 唔是講 band 本來是either 隻 piano， 還是 organ 隻 church 嘛。piano organ 還是有往時有 guitar， 往時有 violin、cello， 當時有drum， beaucoup， 往時有一個真較大嘅 band。特別話嚇，另外即有做工即係 part time 攤你做貴幾年，就是我到啲 Apple 時做咯。我昨天把吹啲 T-shirt 呢，等到時我唔知哪會叫，等到 Apple 嘅 retail 嚇，伊是黑色嘅，所以頭一個 Apple retail 嘅 uniform 是規條黑色嘅 shirt，佢頭整一粒多粒嘅蘋果一粒，佢哋冇去夾人看，人別人講嘅時候都去夾人看。係你好彈哦，你唔是好彈，係你是好削，伊彈你嘅了用嘅了嘅，我去彈你我去買物件，買到對 Apple 物件就對嘛，有彈 discount 嘛，了是特別彈到是你借上乜個當金我個 feel 到有影響到我退休嘅收嘅類，就是我係 stock purchase， 定到是 employee stock purchase plan 啊，我彈做下面做啊，我彈買 discount 嘅Apple 嘅 stock 嘅咋，定到我做 Apple discount 嘅 stock 啊。我頭一個交紅包，你今日18塊、19塊一個 share 啦，唔是貴，唔是一個。哇，好夾啊，不如冇講真好夾本啦，特別冇計減啦。because 安尼借類好，所以話，因為我做part time 我未講買就借嘛。我意思算8%呢，唔使是一個港紙，唔使使28%，會使何止去買 stock 呢？所以特別減冇收到就做咯。然後當今because 去呢借啊嘛，所以當今幫助啊！退休是唔是？冇啦，冇加得借啦，只我做副單嘛，當然退休啦，咪笑咯，當然未我做白單冇交類個。那是都做副單嘅人啊，那是你 max out 啊，當今我看佢有可能有1 million 咯嚇，做因為你做白單呢，你當今嘅 value 應該有1 million 咯嚇。so 安尼咯，了是安尼看到我part time我冇有經驗嘅，別人未講你經驗嘅。你咪教我想咯，我古早嘅暑假一個手錶會表白頭嘅嘛。那你要去邊做？係แล้ว我去店做工咯。有 discount。伊特個節有攤 free 嘅手錶一粒嘅。แล้ว個有好。誒，開咩公司？我做。有啦 ，swatch。
哦，swatch。แล้วลูกก็ใส่เบส40%เนี่ย extra purchase โอ้ก็สองเนี่ยเขาเรียกว่าจำสิว่า做工你就是ไม่ชิว表得啦嗰啲。誒，爽哦！一個月賺一粒先呢，所以好你計賺，你計賺成個大洋啊！我未記是覺得是應該是覺得是嚟嘅。哦，40%就大咗呗。誒，usually 是就這裡我未記啊，100塊、120塊，可能我未記。OK 啊，古早我俾是115塊咯，140塊、115塊。第一班機嘅時候價100塊呢，我會記120塊。115冇啦，110塊 plain 呢，然後到嗰時115塊喎。because 我聽到有個例碗呢，然後大家冇嘢啦，當然。because 只貴嘛，100幾塊，你搞咯，叫邊做工嘅是談 discount，成個玩看啊。到啲 Apple 做緊。阿龍係咪你試啊？係咩嘅？你刷是點寫？係咪你試啊？你唔係阿龍啊？你講阿龍？你是潮西。潮西。對馬來西亞是把你點卡咪咧，係勁下咁啫。哦，你講你是啲兩個仔勁啊？冇，after 一般機跟你讀啊，跟你讀。哦 ，OK， 我哋是 after 啦，冇下估我個即係白頭啊嘛。哦，咱爸爸咧我爸爸我 ex 學嘅啦。講咩啊？讀啲咩啫？伊是Glenai。對，新加坡 Glenai 哦。Di Silva 啦，咪佢啊。Di Silva。你講 Di Silva 隔籬人們在上面。Di Silva 唔是另外啦，Di Silva 是波多基嚟。伊名but I think is Eurasian 差唔多 Indian 嘅 maybe 啦。哦 ，OK 咯，是係我講邊啦。Serani。等陣個仲冇講到，哪隻冇講到。我同你講，可能冇呢個就係你做啥事啊？你去啊？你是去一邊讀書，是不是？邊讀書先好，人揾道路咯。因為人做工是要過日子嘅嘛，然後做工要賺錢嘛，因為 commission 嘅嘛。那是愛賣啦，但係咪愛賣嘛？對哦。所以人未熟咯，你你少慣。你人做按道路？咁你頭地超標。上班就上班，冇上班我係公主管樣係樣，翻住叫係公主管。Oh my god！讀咯。mineral water 多管嘅管嘅嘛。你一塊掉啊？冇，我只 aquarium 入邊喺裏邊啊度。要菜，要食啊！攞兩張落去搞你哋小嘟講哦。有啦 complain 你咪隨人講傾玩啊！你阿妹冇做事，你樣做到運道都就這樣。樣就係講我是嚟做這裏面，我做 part time 嘅嘛，都唔是教人正陪我嘅，我做啊，原來佢只幫佢讀冊咧嘛。你樣架 OK 啊是。哎呦，歹死哦人！因為人是特來禮拜，但係佢只免做面，因為是冇咩愛賣啦，แล้วทันตบเซลล์嘛，แล้วว่าขี่ไป我一度數據我諗咪打慳啲。你家己無病咧，人骨力咧看袂幾百咯。夠你可能哦。我可能人嘅，我可能。哎呦！嚟啊！即係講自己真係講啦。好 ，OK， 等陣，我俾靠這波嘅就這裡別使講，冇講到伊白單個，你白單。哦，我做咗隻白單就係從 KL 做嘅嚟美國。Basically 頭一個 part time 咧是我自己介紹嘅，我是做花蓮哥。Because that time 是我是from 4去吉隆坡讀冊啊嘛，我係吉蘭那時廣本讀冊。So school holiday 時我是去我自己 office 做花蓮咯，但係借啦花蓮room 做咯，佢早是愛做啲花蓮嘅嘛。So 大係你 developer 公司咯 ，and then 佢做從5畢業過了，佢做 BA。係你真簡單嘅啦，and then 係你 that time 是可能幫忙啦，我哋 manager 幫忙咯，所以冇做了 after that 回來美國時去英國讀冊了冇做 part time 啦 ，after that 回來個美國時有我 MBA 時我去做 part time 咯，做 waitressing 日本嘅 restaurant 咯，and then that time 是第一等嘅 part time 咯 basically waitressing 咯 basically because 美國waitressing 嗰啲是 co tips 嘛，你吹得特別甜嘅，人 train 你係吹特別甜嘅，
你水咧袂使 empty 嘅，後個 one quarter 呢就I fill up 咧，and then 咧就I explain 你 food 咯，係咪講你 favorite 嘅 food 或者係咪是幾咯 ？cocktail 咧按照調，我諗佢有 training。because 咧是做 waitress 咧，即係個咧就係講嘅，and then 咧嘴特別啲啊，I create a joke so，and then 嗰一行嘢啲報數解咧 ，whoever birthday 點聲時咧，我諗怪唱怪跳舞。你撩話對頭最快咧，未使撩跳過跳舞誒。嚇，只線嘅啫喎，and then 我諗頭家嗬，佢俾我諗化妝嘅啫，伊講嗬，你人成個做 funeral 嘅人，可能唱 funeral 嘅歌嗬，嚇，一個冇化妝嘅，係一個 lipstick， I 跳 move， 哇死哦！你咪唱咩？成個去咧海底撈做那咯，海底撈就特登去對and then 我 Japanese restaurant 啊嘛，一直teppanyaki 啊嘛，因為拍 show 嘅嘛，佢哋 chef 嗰啲有點啊定嘅嘛，所以你imagine 一嚟到頂嗬是10個人咋。Lose normally 是 control 4嚟到頂嘅咋，一呼呢嗬40腳人啊，一水淋落塊都真係冇人 ，free flow 嘅嘛，哇衝咯！我同你講啊，你水嗬，我未講嚟嘛，我講出事啊嘛，我酒 ，especially 酒啊、水啊，嗰啲是玻璃罐嘅、玻璃杯啊嘛，所以未講啊，但係係 shoulder 嘅，and then 咧，我諗冇好路。無顧一個人 preserve 嗰些咪是幾啊？我諗顧個 stand 啊，stand 拍即係上個做咩嘢？砰！哇！你嗰度超超呀？特別超嚇！你睇拄着你有個 customer 哦，錢入閪啊，看袂起路咋？係時啊，香港人。伊香港人看袂起路，還是伊看袂起香港人？香港人，no，香港人看袂起人。你香港人咁講咩？佢就講，伊查某囝講，阿女，伊唔知講我未曉聽福建，講廣話嘛。阿女，冇學呢個阿姐咁樣啊，做企台成世啊，冇學歷啊，唔讀書噶。哦，頂嘅老細。有你講咩啊？冇啊，冇插關，未使。你冇參照到啲注意啦，冇想 swatch 啊，冇啦，但 actually 講你講啊，如果對住你啦waitress 啊，個美國啊，讓配串落到你注意啊 ，especially 你 cook。所以我哋 call tips 嘛 ，actually 佢哋參觀咧是食大間嘅teppanyaki店，伊入邊咧差唔多 at least 有20個teppanyaki到頂頭前 sushi 頭阿妹咪有隻bartender，所以。嗰啲唔解，嗰啲唔解。你一禮拜落嚟，特別啊！一禮拜做點整？我是冇。你理個冇理個誒？我等下去。啊，係你就是冇理個啦。Because 誒，有一時是嗬，有一時是唔知90年代，95年時啊，冇98年，97、8年時，有一陣嘅時，你使到有啲咩？hardship 誒 visa CPD 然後你 hardship 你使拖咪 financial hardship 啊 student 使出去外口out of campus CPD 啦，有 CPD 啦，CPD 就係咩 common blood disease 啊？唔是啦，係你是 OPT 加 PTP 啦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加是係咪 C stand for 咩我唔記得 practical training 啊 ，but我嘅年代係你年點寫是未使嘅 ，because 你 CPT 咧，你特別愛做 related to 你睇出嘅。係你咩 financial hardship 你使做 restaurant 上面冇使啦，所以我問你講你是legal是冇 legal。แล้วOK，所以你做呢，你今日對 interesting 做 part time 是係咪物件咧 audio 是？tips 咯。我 tips 一名嚇，拜個一名嚇，拜個嚇。一期放300塊，比肩扣到500塊。哇！你隨愛你話是無聊喎，是唔是？你可以擺聊啊！有個 customer 會聊喎，伊講要學你5000塊比肩，學你對件咩對啊？嗰個笑啊！喲，唔係咩？唔係啊！你叫 manager 嚟問。一個月嚟學一名我買做工咯。5000塊唔是5 million 啊！basically 有限咯 ，basically 是
I mean 大美國做 waitress 是 call 啦，無用嘅啦，錢一檔嘅，搞到錢一檔，所以that's why 我有佢哋夾不單咯，咁樣我哋本地都啦走出來。所以都解特別啲超半重物件出菜 appetizer 佢係出先出了 after that 都佢水就係 serve 啫，然後人講我 order cocktail 哇無 bartender 無用啊，你個係好招。because 我 part time sometimes bartender 無啲事，我接 bartender。你特別曉本啊？你都做邊個幾年？做落久？即 part time？讀冊時？讀了，我係 grad school 廿幾年啦嘛 ，business 嘅。so around 4年咯。until 我轉到我別嘅公司咯。OK，我說 until 你 permanent job 啦，你是講你到邊做？讀冊時做，我是怪久本啊，上一間啊。OK 啦，裡面是被派啦。特別可能刻薄咯，就是 that is the first place 我捌到 Korean nightmare。係咩嘢？人家一 culture 嘅，真正一 culture 嘅 ，and then 最就會啊叫哥哥，and 後未使叫名 ，and then 去公司嘅 party 未使坐桌頂，但係坐 kitchen 頭卡，哇！特別係 culture。特別你到底，當晚你講你做 filing 係咩嘢？你捌做嘅成個咩 fast food 你係咩嘢？Malaysia 冇。我是 only 第是大迄個BB Plaza 為第一。time 先做 promoter 咯 ，and then 有一個supervisor 咯，supervisor 含濕咯，幫你 bra 來咯。到底唔敢做啊，走了，十幾歲呢意思。你曉落啊？但係你講你未講第一句嘛？我未聽你未講第一個數，你家己而家嚟請我。有啦，有啊，因為愛試看嘛，伊個係手是女還是你未用手裝幫嘅就要請嘅仔。對，你用手幫啊，你 pressure 落去無像嘅，你掟落去。你個你 size 啊？有。8號、9號、10號。大卡波嘅 size 啊！你講下你未時間再 usually 你派做嘅，我同你講未OK， 嗱後面教我講，肯定對我嚟講，頭前咧就是等到我 before 我做 retail 做 Apple 嘅時候，我是未曉 appreciate 做 retail 還是成個 food service 係你人嘅 call 你就。你唔捌經驗過，所以你唔知講伊人嘅成日特晚即係別使講嚟可能，你特別食坎坷嘅，特別佢特別超邊可能。所以我做 Apple 嘅時候，我就講原來啊，你人嘅我就講伊人嘅，我會明白伊嘅坎坷。有當時想講 ，OK， 伊水較慢淡薄甜啊，你唔別講個亂意啊，什麼啊，所以我有時嘅時是，我俾講咩啊？我講你 breakfast 實就別叫佢講唔緊要。老冇變俾你坎坷做 retail 嚟 customer service 少，你會 put yourself in his shoes 對，我係明白，我未成講特但係物件講 enjoy 冇咩，你冇做咧，I mean of course 特別 up to certain standard 本啦，你別使講成完全冇做伊講本啦，特別你較明白咯，因為有時我俾講物件，物件仲冇好事。我未記，對，未對，我去迄個gwyn督嚟買嘛，gwyn督嚟迄個，伊唔是一間店嘅，伊係 department store 一間叫咩啊？唔知督，因為就督呢，督，你是，因為是買。Itu lah lau kau supermarket pun departmental store tadi.開始嘅，Ada講啊，多，我哋多嚟做，你話我咪是講咩 test size 嘅攞上我就玩住，我博士，我俾咧，我是暑假差唔多，我會摘咧，你我叫人叫我 size instead of。一箱嘢 ，because 箱起隻灰嘅喎，伊個灰啊，特別我等那個20分鐘
去嘢解估呢？然後就我個咪講成啊，未反正我不是唔記得做啊，特別，然後就等看把聲，20分鐘一對嚟食佢講啊冇，一日就這樣對嚟好啊，佢講啊，另外一項冇晒先。特別而家另外我幾耐 design 嘛，你而家是這樣好啊，我請佢去啊，時真係眼佢看起唔對 size， 一個較細 size， 所以我是啲想就講賣嘢是唔是？我要明白了解你賣嘢係一種嘅考上面咧，如果有後面嘅講寫嘅，就看考咩去搞咩嘅。嘢啊，日價幾百上嘢啊，一個賣俾啊。嚇！你看你知講彩票數嗎？你知講彩票啫？彩票，係咪彩票上面啊？彩票冇知嚟冇買咯，看買買個彩票就得。哦，變咗 shopping 啊！哦，然後我咪少當時喺度買嘛，喺度買盒咪是買買本彩票。特別你 try 一兩項 OK 啦，你咪 try 個幾百項啊嚇。我買俾啊！啊，你 online 買啦 ，online 買。誒，當叫我二十五啊！嚟你講話即係後落你買嘢經驗。我是，做咩事都專門買關啲嘢咧？呢隻片。哦，因為是我朋友買brand。哦。有伊家己 design brand，所以有朋友嘅關係，所以人去伊會驚有去鬥卡手時，伊就講叫參你去。對了。慢慢啊，過後就變去家做 part time 嘅咯。哦，鬥卡手開始嘅。哦，鬥卡手食一實請你做 part time 呢。有。哦。伊 brand 即馬咪是大二樓，應該是大二樓甲3樓啊，應該是伊個做較濟，然後包括有較濟誒，迄個booth 大幹嘛位。哦，還沒飄嚟，講話。我袂記還沒飄了，但我特別是 logo 嘅啦，都是。對。哦。對。頂住我買到你 logo， 唔係嘅細，我哋。OK，你去買嘢時，你會將紅樣去夾去。好彩我迄個是大，我迄個 counter 邊啊爾。哦。對，特別我人有兩個嘛，特是有辦落嘅兩人。比徛迄個 counter 位，所以也是我 serve customer， 另外一個也是我人會較近嘅迄個倉庫無迄個會無迄個號碼咧，就叫另外一個去甲關樓啊，是去後尾位行咯。哦，你頂到時你知會啊，你個唔知講有啊，特別去 check 嘢，你唔係想講有當今上講有 inventory system 咧，你可以 check 看有啊無？哦，我人迄個年代是，甲了早起成淡仔點回聲講嘅迄個，對，早起咪徛佇門位歡迎迄個 customer 了。我人逐早起幹嘛？逐有 floor 嘅 meeting 嘅，逐早起也未開店嘅是，do store manager meeting 了，各部門嘅迄個開會咯，了逐早起無人嘅點聲，就變 inventory 咯，變。即會咯，了我人寫起來咯，大迄個單位9號佫剩幾箱，然後9號半剩幾箱，然後大位找着呢款。你第高門嘅 size，我講第係咩 size？6、7號啊，呐。6、7號 OK。對。你大卡布是比較好啊？比較好啊咯。我請11號嘅，我10號半11號。我關第是11號嘅。了較麻煩的就是愛開單啦。哦，是啊。對哦。寫單開單了，有時第一麻煩的就是幹嘛做 member day 時，遮濟人來時哦，甲了人一部電話過來，然後有10% 啦，28%啦，然後有誒佫扣25款啊，有中款啊，無講有20、30款的啊。然後calculate 有時跌錯啊，就有時比就甲賠錢。哦，你成算唔對啊，講你家己就賠，人扣小錢很啊。對。哦，calculate 對。
因為我說死嘅，我做你教我是成個男仔嚟款啊，我唔是死嘅。誒，有人做啊，幹嘛做 cashier 對？誒，怎麼唔是就是阿蕉切店嘅？阿蕉切店唔見嘛，John 我人第嘅咪是背女了嘛。係啦，背女就了啊嘛。背啊，啊背緊資料。鋼紙可能是定咪是800，แล้ว背一千。但是咁多這個多條要乖。即係啊，攞做10分成呢，未鬼媽媽叫買做啊。我話你咪做下啦，你但係只你看 short 類嘅，人講 short 嘛，我講 short 類啊，short 類啊，short 啊，你準備做。你講個貼啊，驚咯，因為迄時我其實兩萬600嗰時800年啦，一個月。แล้ว做啊，แล้ว我袂記啊，總之一日吼，我就是short 30啦，40啦，真大到迄時30、40咯。是啦，你未留錢掛咩？我唔知，我係 short 類啦，咁啊啦 ，super 呢賣3年咯，不掂很 short 類啊。驚水哦，有時佢洗幫我刷啊，我只裝緊我係咯，我本想。我阿姑仔做幹嘛做 cashier 嘅？做幹嘛做 cashier？我阿啊，姑仔做幹嘛做 cashier 嘅？short 類啊，講啊。呢是做咧樓卡咧 supermarket 嚟嘅。哦，幾好。under 幹嘛？你咧就覺得，你唔知對叮當金做 cashier 冇上，當 cashier 呢 scan 就，叮當 cashier 嗰度派啊。啊對，佢跌下你把個跌個了跌。我你看伊個你冇拍伊號頭入去，啊無就是寫幾塊呢，特別我只是教你 cashier machine 呢，我因為當我當嗰時我退休啊後，我自己買隻過嚟到處帶，我只是個聽聲。我見係袋落嚟哦，我點不有啊，一個 cashier machine 咧。我特別只 specific 嘅聲，伊聲特別淡薄誒，伊袂使聲無聲，cashier 呢無聲咧。跳出來是個你啊，眼下你抓你 spring 嘅重音。因為伊個拖佢通 spring 出來嘅。係咧一個咧抓住嘅。有一個。你人唔知有做過哦，就是夾鋼槍嘅3對來家己加毛嘅，加喺你手。哦，你學伊抽下，伊成日伊刷頭啦。對，迄種是厝嘅安迪做嘅，佢坐啲面甲佢加，攏做過。我做過嘅是夾成個 plastic 嘅物件嗬，係你 plastic 物件，你加伊嘅講你就但是用 plastic 印模出來。哦，伊有隻一條呢，尖出來。夾對鋪做嘅嘛，咁冇即個咧。櫃桶嚟做啊。銀包囊都有，個人黏銀包囊。即種。銀包囊啊，就使在。誒，就使啊。我做咁困佢啦。แล้วกู有一個是做嗰個超廊嘅。超廊像是有看過，冇聽過。超廊是做咩？有啦，不過了有一件物件，然後你下落去了，你甲伊攏起來嘅。哦，所以意思啊，規箱吼，你特別你聽入去嗰時，你甲伊做 packaging 呢吼，成個 condom 咪roll起來呢。packaging 呢，成個 condom 咪可以roll起來，對，一直點成個 condom 咪可以。所以後你一包是一個手，然後後你立落去嗰時，咕窿係。伊唔是一個手，伊就是。是唔是 finger cut？你 finger cut 嚇，你講。我唔知係咩嚟。你是一個咋哩，還是規個超廊嘅？一條呢。哦，OK 下就，伊是小可能水類嘅是用嘅咧，學較攝嘅可能。啊，差不多是啊，因為我真正細漢時，我厝嘅都係做。哦。是我小學。啊，啲是 finger cut 啦，人手一個家裡條上啊，呢一晾落去，一個上架，攞把下嚟touch。嚇，特別伊是一個，伊特別。伊咧有咧是成水類唔會啊，當時伊想一粒成個 rip with pleasure。我講漏一個我講漏一個咧，你講，我是讀我應該是5歲啊，嗰陣時我店嘅對面是迄帶嘛，然後我夾一個上頭，我有食雷面本哦，安尼細漢本，我夾一個上頭，然後去夾我買喺度水嗬。佢係個裏邊咯，唔知是貪腰唔知咯嗱，夾隻上頭吼，係講嘅 drink hole 啦，嗰時腰是上頭啊，แล้ว加開一半去了，
加一半啦，加一個半，一個 tray 你看咯，因為點解無 tray 嘛，就是用迄個做 tray 咯。แล้ว個幫我買迄個阮店的迄個水啊，迄個drink hole 啦，油啥迄個水，แล้ว夾幾拿地落地個了啊，夾去迄台賣。哦，我搞攤類哦，嚕。哦，我等番撐入去，因為迄台是我朋友的爸開的嘛，本是。แล้ว就家人夾 permission 了吼，因為頂擺舊迄台樣大迄台的。你會夾起來咪賣嘛？對，伊夾一個一個殼袋，咱掉到毛管裏，然後要就甚至可能特別無用殼袋啦，我是用有影是夾可夾一起。我係記得4-5歲、5-6歲可能啦。然後夾一起賣咧，講變咯。攤勢是我呀，本事都家己夾對呢。這是夾賣啦，這是攤的是咯。夾賣咯，即個我是頭一份講嚟。哇！你這細漢對向那個識緊嘛？講彈的是話，冇彈的是本是路。我小弟家讀，我小弟是教我買嘅物件，村裏伊收到對嘅 balance 唔好對嘅。我小弟是安尼看睇。打斧頭嘅了打斧頭嘅你叫我咁，แล้ว我小弟咧就去賣我今日我做part time嘅時候，我幾下弟嘅了，我小弟去賣萬字。哎呦！你喺你萬字，一直做咩？冇萬字 result 啊！你喺度做啊！一條咧，成個台灣人去長會時，人去賣 photoset 咧嚇。我喺度做，你冇得家幾邊係雜貨店哦，糕店。哦。去糕店。糕店少女。糕店咩？糕店少女啊！แล้ว成個幾邊雜貨店一出去啊！แล้ว先啲間糕店，แล้ว點正啊個 maybe 2箍啦3箍，你看咯。嚇！嗰時候，我 feel 到感覺就成個我冇有機會做到 part time，成日冇 miss 掉佢就冇 opportunity。是好意嘅，是好意嘅。因為做 part time 會學到一啲物件，除了攤位，你就我即上出去，可能無理，來就做安怎去對付人，然後安怎去看人面色啦，看頭家啦，看人客啦，安怎去講話啦。安怎去做？安怎去promote你物件啦？哦，別個你當佢玩得厲害，你講。未拉薩 call 啦，唔是講特調做 part time 啦，但是 call 嘅嘛，冇 call 嘅，即係好易嘅，好易嘅數啦，攞嚟看轉咯。唔是講我做 part time 我就 call 啦，後面定咩人㗎啦？特別你在我嘅爸爸嘅想法是講，哦，你叫你點上嚟讀冊，你可能就我哋爸爸很少啊。有辦嘅嘛，我辦嘅做工嘅嘛。辦做啦，我覺得辦嘅做啊嘛。extra money 嘛，我係 grad school 學嘢咪少咗做佢先談啲嚟嘅咯。嗰陣時正生嘅了，會使家己買 extra 嘛。嗱，我古早做嗱 OK 啦，應該買車我做相機公司，我做咁大對 fashion 啦。แล้ว做了後，咪是了我去做數目咁大咪是講一個月就先到嘅了，就係出鳥呢。俾嘅了。也係俾嘅了。你特別你有攤女嗬，你咁開特別你自己有攤女喎。就爽你就要哇，就俾何俾落句咁俾係了。有人做 part time 成日講人啥啲嚟 approach 你，叫你講嚟拍廣告嘅 model 嘅。嚇，做 model 啊？我話你唔攞掉啊！伊是夾 supermarket。一夾 supermarket 夾嗬，and then suddenly like approach 講，我是要你係誒隨隻 supermodel 會使啊 ，and then 我 brother 攞，但係是已經負擔緊啦，伊是家己做生意啦。你講 OK，你講落隻，伊講我愛是你寫，你 post 隻，啱 post 隻，我是你寫，然後我 call 你 back，and then 佢做一單做 extra under extra，冇看到邊呀，臭臭冇500塊，你嘅馬來西亞未派啦。少做 extra。伊大尾做成個人，咩去 concert 啦，也手遐呢，伊對手呢。龍咪未รู้到啲韓國嘅位啦，我做 part time 哦，到啲韓國，像有一人做 part time 嘅工嘅，我唔知講甚至係國建教咗冇事，是賺咗 retail 上面。我同埋少做，但你做咩 part time？我啲咖啡裏邊做 barista 嘛。特別即係你講你公司開嘅。是啦，特別拜六禮拜會出嚟咯。特別係你是嘅 extra 啦，你面是 part time 就是唔是 part of 你前度啊？唔是 part of 前度嘅咯，另外咯。要做 part time，你帶高嘅你300嘛？
冇我冇做佢哋嗰咯，古仔有，但我冇做佢哋嗰咯。古仔代購什麼？代購什麼數？我可能俾，因有邊樣嘅人。哦，樣 collection 有冇寫少嘅？嗰啲 Starbucks 出嚟咪真水嘅，真水嘅。然後樣特登只來呢，要 order 我2-30嚟咁嘅。然後我就俾走去排隊買嘅就，有嚟 model 是只出來呢，全國10分鐘就俾個了嘅就。然後但是伊是7點開嘅 Starbucks 啦，我有走。真拄過啊！伊講我買即個2隻、即個2隻、即個3隻、即個4隻，我是早起5點半徛伫Starbucks等伊開會咋，等1點鐘半啦。我唔知就是我為咗即個我做個家己嘅考試表咗。哦，好賺咯呢？他冇借啦，淡薄嘅啦。tapi 我係咪本俾經驗啫嘛？所以我就講嗰陣時嗰啲，所以我5點半。你睇連 free Starbucks 嘛未記嘅咩？我報到一步先咩咗？我有睇類別有有條 commission 嘛？以後話你特登都啲 Starbucks 俾 tumbler 嘅話咧，你俾 tumbler 一定都好攞一道 coupon， 好攞啉一後嘅咋？迄一後咧是 anything 嘅咋 ，anything 嘅咋，所以喊咩嘅基本嚟曬嘅咋 ，any size anything。所以你邊咧借物件你夾人買啊？是你邊咧借物件你賺咗就隻 coupon 啊？可能。所以我一站我係 Starbucks 是運轉是免開嘅咋，我係 Starbucks 免開嘅，我等咗。我特登啲 app 裏邊啲 scan 咧，我近日啲邊開呢，我期咁講我俾貴嘅隻後我就掉咧，貴嘅隻後啊！伊冇幾錢嘅，伊根本就冇幾錢。哦，係一個 drink 呢？阿龍，你當年做泡咖啡是阿咪講啊？你是安怎做？你講是係咪物件？我 serve 人咯，就是我是徛啲高德嘅咯，我徛啲高德人過嚟 approach 啊。係啦，依個係咪嗰邊？係啦，嗰邊介紹淡薄咯，係啦，我就講話我咪 special 嘅 signature，係啦，介紹咧，我啲嗌啦，嗬 ，OK，係啦，你咪跑啦，我係跑本嘅，特別較少跑，誒嘅有 barista 有啲嘅話咧，我冇話當佢哋物件，對位個 barista，伊講啊，我俾佢幫手啫啊，哦，你俾靠佢啲啊，我會曉做，隔離我咪有。所以你是做小女啦，阿明仔你。主要是小女 ，and then 伊物件嚟，唔。我是 usually 是3個人嚟做工嘅 ，usually 係咯，我接 order 咧佢係咧我加你做出來咧，係咯 receipt 我一張，係咯我一張喺啲邊樣去咧，係你 barista 特別醒目嘅時候，我冇講嘅咋，伊特別看你做，有蝦咩物件嘅咋，伊就緊去做咯，係咯，係你嗰邊啊是講伊是 let's say vanilla latte 嘅話咧 barista 特別緊去泡40 liter 嘅40 milliliter 嘅。40 gram 嘅咖啡咯 ，espresso 是熬出來咯，伊特別泡咧，所以伊特別 because 你特別去烹餡，係啦，佢別前，係啦，佢別加入去，係咯，訂係咯出來嘛，係啦，我就見啲嘅阿妹嘅也 tray 也熬，係咯，變 vanilla whatever 啦 milk 又好，係咪日本好啦，準備好時喺啲頭整佢可以，係咯，伊特別去加嚟熬，佢 steam 咧係咧個邊咧 espresso，所以往時上。你 partially prep 淡薄可以接去做。對，但是個要走用一直嚟話出out嘅東西，我看到話3 out ice Americano no 啊，係咪物件？我就已經要準備咧 out，性格係好時係主要係咯，咁樣喺啲邊一擺啲可以咯。所以伊嘅講是近日啲烹你嗰邊嘅咯。你到後邊做你是幾時做？是拜 weekend 嘅做係咪？拜六禮拜咯，拜六禮拜我出嚟。拜六禮拜咧是讀咗錄音，係你冇做。睇揾本輪流。哦，冇錄音是阿妹數，所以大家要做啦。我落膽琴未掉嚇。哦，你未大一啊？都制度好。未怪你咪是困橋當時。所以係，就因為困嘅。哦。我馬仔嗰度做工。咩炸雞咯？咩炸雞我嚟膽攰咧，咩炸雞我特別擺起嚟揾咯。Oh my god！你咪做啦，錄音咪是。不安排啦，有陣時面講拜禮拜攞接冇出嚟嘅。嚇，你禮拜咩出嚟啊嘛？安排到3禮拜 barista 話我哋未出嚟咯。嗱，我頭幾個月冇出嚟揾嘅，如果下次禮拜我出嚟咯。你咪阻止啦！伊唔是噴淚，是俾經驗嘅，我可以。做家己真忝，哇！死啊，未當啦，我唔是啊，肯定人嚟嘅，我是下尾物件本會做了，我就有 make sure 講，我有 criteria 本嘅，如果我困就特別困6點鐘嘛，對唔對 ？At least，我別喺 call 到家己嘅就，食飯我冇可能講，我冇等食飯別本嘅，我直接食兩頓，我等陣時有食飯，等陣時有困6點鐘，有做足即係嗰啲物嘢，just 我點食用個碗咁就對咯。別人啷個出？我古早做佢工。我有去過 L 你叫咩啊
LV 是 LV 嗰是 LD 啊，我未記叫係咩 LV 啥咩？你看戲嘅咋？哦 ，laser disc LD 嚇 LD 嚇條，誒佢點解好興佢咋？嚇，係咯，邊咧有一間嗰啲科學院對面，當今是賣火嘅店嚟嘅，角頭角呢位嘅，巴登嘅隔壁，巴登是隻蘭巴行咋，巴登嘅隔壁頭一間店，就係你當然花車你貴，科學院對面是 CRC 啊，唔是啦，CLC 是另外一個所在嚟嘅，CLC 唔，CLC 是科學院咩？科學院對面是但都會清查天嘅地啊，昨天嘅地嗰度，但係科學院是在科學院對面是隻蘭你巴登 Brown。伊巴登 Brown 伊個你有幫叫咩啊？是 BHD 嘅是 SO 嘅是我實未記啊。當特登話 CBP 嘅咩 BHP 嘛 BHP 嚇對 BHP 甲路淡薄呢啊，有一個啊未去到大路嘅，有一個講咧，我特登話請，但係看到嘅，伊是賣火嘅店嚟，當見面嘅是。Lorong Selamat 嘅 Lorong Selamat，你叫咩啊？你 uncle 賣插幾條嘅。迄個路一條街呢，路一條路呢。你做咩啊？我就是隨 DVD、VCD 甲 LD 互人嘅咯。哦。迄個是我頭一份有互 EBF 嘅講嘅。哦 ，OK。我唔是，冇，啊未有互 EBF 整嘅加尾一份工 ，sorry， 啊未互 EBF 整嘅加尾一份工，就是迄個是 part time 嚟嘅。哦。迄個本是。喂 parents 冇數教本嘅。哦，特別都走做，我走做啦，因為住佢只攞700塊咋。哎呦，你hours 現在 weekend 啊？你咁700塊冇招咧就。係咯，住佢本來是要 working hours 是10點嘅時候，我是早起10點做到晏暝10點嘅時候。哎呦，我做副地嘅咋，我唔是響下晡嚟嘛，我是早起就去。weekend 啦，你。伊晏暝就講濟人嘅點先，我唔知係點先。即係一人時間去隨 LD 隨 DVD 嚟看，點先？哇！一人坐點先係真正艱苦嘅咯，真正坐面嘅做嘅。哦。你訂咧係點先？佢冇，你訂係你啦，你除你帶到出嚟咧，你佢就係你帶到旁邊都一嚿嘅咯。你走去你 storeroom 你去看，20到落，你做啊，我就住超情人輕啲先，唔就係喺度燒嘢咯。我啲小全部咗，講電腦裏邊明明就已經嘢嘛，特別唔知道打落去，我都隨便跳喎。我全部都已經寫起嚟啦。啱啱放工咧嚇，人10點冚掂咧嚇，我特別去想辦法去吹地啲出嚟咧。哦，我都自己有時會自己嚟呢嚇，特地選佢嚇，選佢咯，特你佢自己有冇下載佢嘅咯？我俾見有時你咯，就看不到 CD。你做微本啊，其實做。出位別人有做，你別人成個有很出位嘅做佢part time嘅工哦。當天冇咧咯，負責。對，係即係條落講未條落。我是因為可能有在香店做過工哦，還是刀卡手過。香店是咩？賣香賣咧金爪嚇。對，我古早有刀卡手嘅人指金爪。哦，你到後邊做是指還是去賣？我有賣，因為唔是賣一大包是大包，可能掉。哦，哈，紙餅咧。對，紙餅啊。紙餅是後來有嘅，我記我細漢教得用學嘅，唔知啊，是我媽特別啲出嚟字嘛。字嘅對，是講我舊家紙餅是後來嘅出現嘅。90字你捌做過啊？比如說我古早我媽那是開賣紅公了嘅。哦。然後你賣時是安怎你賣？你捌去打下手過啊？打下手咯，成個出來當做 part time 咯，แล้วว่า伊人有嚟學我淡薄工資啊，你看嘢啦。下時個細漢個嘛 ，I think 11還是12歲啊呢。แล้ว你是安怎結緊到賣物件嚇？到賣物件咯，要個店安尼咯，แล้ว有 customer 愛賣蝦米香啊，你要介紹咯要吹下咧。有一幫只流行嘅我買下咧點下咧香買安尼一份咧講，你要介紹咯，了買一份啊是糊，煙啊，哦買一煙，哦買你香，香唔是買嚟出煙嘅咩？特別會只有咧就講要吹啊，成個伊人你介紹伊人，我伊人要擺下面，你就要介紹伊人即個是用即個蠟燭是用白做先啊。哦，你都未曉。
對拜誒，正也是假時那人咗，嗰陣時係咪嘅？แล้วลูก係咪啦你食拜阿講公嚟嘅嗰個啲係咪嗰隻直啦係拜做先個無聲แล้ว係立隻有半嚟半斤還是一斤呢還是有幾難鳥嘅有足鳥還是冇嘅這無相看你人半㗎叮當嘅時是唔是成個其實我唔知我講嘅時話媽出錯時啱個學籍喎對แล้ว可硬食即係後頭對佢點啊就咩嗬對and then 嗰個半福建人嘅辣椒，嗰個廣東人嘅辣椒。按照無相。伊表示福建人嘅人古早人是用係是無開，是講伊無一支骨安尼款插入去嘅。แล้ว有嘅人愛拜係辣椒呢，人是有一支骨安尼款插。依隻一支滴嘅呢。對，一支滴安尼款插入去落香爐後邊嘅。所以無相啊，尤其是70個咯，你一開門嘅時，你人就撞入嚟㗎啦，我講佢拜。and then 嗰個新正嘅事咯，清明嗰個七鬼集時真嘢無用嘅。係你物件好，成個伊人要拜下咪係你做先啊，是衫是下咪物件好，人就要曲變好是。I think like 早我人知講是清明還是七鬼集時，是講早兩三禮拜清就要 start 曲係你物件先咯。我是講曲變一場 combination 嘅翻頭。對，可以咯。because 伊人有人袂曉嘅嘛，成個後來我要一份拜祖先啊，是拜下面物件嘅，所以伊人袂曉嘅嘛，有咧少年人講袂曉伊嘛交代伊來買爾嘛嚇。你知要做，你咪講伊要嚟做咩啊？你就俾夾佢伊啊。我去配合伊安尼看咯。即係阿龍quit物件咩？我quit物件。Basically 我古早做 full time 做 tax consultant 時咧，我就有喺你南無路，因為有請喺你 part time 嘅，去嗰邊考嘅。請考人。哎呦，喺你只老爸了，睇下個人考嘅咩？當然幫 speaker 呢。你係 repeat 呢 ，OK？ Bluetooth 嘅當然咪是考人。個 Bluetooth USB 嘅 USB 插到 speaker。當然 USB。I thought I 請一個人去考嘅，I 曉 drama。係你是伊人講下面係你介借啊？解下面所講是講你before 你解結嚇，你下面無解無合嘅啊，你就俾講出來啦，你看了可以一個可以俾眼走是安尼款意思啦，就俾考啊。我俾問對阿蕉嚇，阿蕉你做過這三個會發單咩？你個會到對去做還是上勤考咪做啊？掛啦，掛點聲。掛點聲，你特別 OK 啦，你格啦，沙聲就解決就到個食啊。OK 啦，旅談嘛。旅談，你特別你特別 flexible 本啊，旅談，依家早同你講啊，12分。你講，只係我應我咪做咯，特別暫時我冇應我冇到新加坡嘛。surprise 啊！แล้วลูสิลู成個會成個會成做較子會去會倒酒啊，會咁樣談較濟類嘅可能喎。嚇，地好明做啲嘢，你倒酒倒到嚟卡去啊？唔係，我淨咁樣濟類大推。我淨係大推自己嘅骨。有時都掉可能包啊。啊，都係啊 ，OK 啦。係。你被包啊！你填主啊！你被包啊！Coffee tea 啊！Maybe alien 兩個夾人，假如講，豬豬愛包你一咩？錯，又唔是做機，又唔是做，又唔是做惡鬼寶。我是媽媽神咧，係是做惡鬼寶。Because 我古早不是咁嘅嘛 ，manager 嚟教我講嘅嘛，嗰隻叫梅魯講一咩你會使無啊？喲！入邊就講換一戶嘅話，咪係咯。梗係現實。我幾十回人啦，就後面少年嘅時候都講，咦咪係都得嘅嗬。當其時 discount 咧嚇，幹嘛係留頂嘅 clearance 啊？
講困住咩？係咯，學我落字女人啊，而且你我嘅字會，你只未打閒你冇嚟啊？未只未當這成個60歲老姨嘅叫你嗌哦。我唔是個 reject 佢哋 idea 咋，我 reject 嘅是佢哋人。你講呢個意思啊？但是講佢哋 idea 本身我是 OK，我係接受。所以你未使 possible 你個嘢啊，你未使講。啊，屌！特別只字女咧，只字女咧，你識我係 consider 本啊。有當時是咁威，咪照地使咧。你嘅做落對頭。吹到嘅啦。吹到嘅，ini bolang akan cik tu cegah, ini 吹了人akan cik tu cegah。咁咩cik tu cegah？什麼意思？喂，這是cik tu cegah，cik tu candle 啦。對啦，叫日本驚起嚟講了。日本驚做話，我係咪物件啦？係咪物件啦？係啲隻噶。哦，我想你咪自己做教授字，點俾俾下一種嘅咯，要開喎。有開嘅應價咯，免係啊，我俾福建呢，就俾福建呢食間咯，就有你自然咧變係福建嘅位啊，不通去俾隻㗎，唔識打。誒，當今嗬，當今有線嘅啊，當今以前啊，伊隻間是嗬，自己成 glue stick，然後係到啲你 glue gun 嚟掟出嚟，隻間係跌出嚟嘅，當今。有嘅，即係夠甜。哇！你話鬥嘅 happy 啊？是咩？because 即係我做 calligraphy 嘅嘛，用隻字咧，正當時用隻間嚟拉字嚟搖咧，是都倒落去到啲嘢咧，你培養嘅嘢嘛。當今咪就係到啲成 glue gun 都掟隻嘢 wax 出嚟了誒。係你睇下拜硬講嘅物件是真係無相物件，我無做啊，I think 我。8年整到背後，我姨人做背後，別人係成日都冇做，冇人別做。哦，嗱，別人我未聽過咯，成個。阿 John，你講你這個是正經嘅，這個是 XX 嘅。X 正經啊，特別啦，用 XX 咪少咗個結用，出齊都用噶啦。即你睇特別一 dip 成個是隻鐵 dip 就再燒掉你零頭係零。I俾你有一茶，你是 glue gun 啊嘛？伊成個 glue gun，特別伊個 glue 係一支 glue 是 wax 嚟。所以當佢我講我知是 because of 我 calligraphy，because 有一人樣是因配廊係一個就燒嘅，你知？一箱嘅配廊嘅，然後是你特別 instead of 定當時用一個頭鏡，你係淡薄伊 beat 啫，伊個 wax 係 beat 啫，是你行開一個度嘅嘛，麻煩嘛。當伊 wax 一支你就掟 glue gun 咧，伊就搖出來到啲 dip 出來嘅。我咪就係講講成日做成日 part time 嘛，是聽人做 part time 是只 interesting 只趣味。但係你講成日乜咖咧 plastic 啊，你看物件成日冇咪人乜制過。有咁 interesting 嘅嘢 part time。加 plastic 嘅是樣嘢 from factory 嘅嘛，樣嘢 by carton 啊呢。你算咯 ，maybe 一個 box 啊，有算八咧，或算情咧。if 你加了，係你 box 算咯一個古早啦，古早一個一類呢，你知哦。這個我本做過嘅，其實係。你加咯，樣一扣嘛，一扣。三個是個是 I square 啦，一邊一波邊出來是要歪掉一個係嚟，你加一格係嚟。你拖出來嘅就係。所以古早我覺得啊。有咩配 A 啊？配 A 人真按照笑。我未記是成個，因為古早細漢是互人教嘅嘛，你睇你安迪吼，伊係攤 extra 類嘅時吼，伊就是會成個去共超量，款一籠大籠嘅款。一點來我細漢嘅時，你鬥做喎？鬥做，見到這都鬥做咯。加。你成個本有做配 A，你成個愛唔知安怎該填落去啊？哦，點解我看過就是車咧？伊是去車咩啊？伊成個是車。伊樣車衫，成個對內成個咁啊，車一做成一百，唔知什麼托卡布什麼嘢成個。車有個人是車，係 brand 啊，哦 label， 伊 label 伊條頭哈。但 Levi's 啊，個是正好 ，Levi's 不是本來呢，正 original Levi's 不是本來在邊個嘅，auntie 人去車，係你 Levi's 係你攞去嘢件事。我做過。你是做？做車咧車。哦，你是。
卡嘴聽。卡嘴聽 ，OK。我頭一個part time是教我媽得做一車衫，你伊人車衫，你去車衫嘅店夾迄個衫嘅 parts 嘛，一百咧，個嚟接咧，變成衫來嘛，對。了伊衫邊啊嘛，條車邊咧，伊車邊就會黏一，像個伊邊嘛是有一條出來線，對。你就要 trim 伊線。就要改加車邊，了我工資是兩撥。一條兩撥啊？冇啦，加了做加了兩撥，佢做加了兩撥。啊，哦，所以後尾我做過迄個做衫店，天衫店。哦，做咩？你不是去甲人收伊個線？冇，迄時過了 SRP 嘛。嚇。แล้ว SRP 過了，你嘛要去找工，愛賺錢嘛。แล้ว就去找到一間天衫店啊，伊是做衫嘅。伊內邊啊 ，actually 伊有 designer 嘅咋。伊有 designer 畫伊衫，畫伊 pattern 咧，人做衫了，寄去上加批發，互人賣安尼款。哦。了because 我去我是想做10工咧嘛，袂曉嘛。了伊有時伊來 material 是伊來布啊，伊來 raw material。一捆嘅，跟你咧聽就當小到短啊，甲伊講咧，伊是講打布嘅了落去光，所以迄時我個細隻嘛，細漢嘛。了人光3捆啊、5捆、6捆，我要改硬嘅光去樓頂嗰種，到咧勁夠安尼啦。แล้วลูกเบสไซโบกังมาโบบีมาโอ้ยตาปอเบกังเนี่ยมันอย่างที่แต่เดี๋ยวกังนี่ตอนนี้想到เลยอ่ะ想到對啊呸當然冇炒一下咪面煮一下當然嚇誒去你店厝樓頂再樓梯度牆咯就係แล้ว叫咩啊？伊做衫嘅時啊，伊人做真濟嘛，是到加伊嘅 pattern 嘅時啊，伊就要出用手加啊。冇一日電啊，比如就要布下一end出去，咁你可以舊，你個畫嘢倒到頭頂，你就夾一個電嘅夾刀啊，塞落去咧，反加咯。哦，一電夾刀一安尼看啊？誒，冇一上個只搖伊，伊做喺搖伊。對，嚇，所以人就要一出布下，你上個只最貴爽本啊，一多啲。one end 伊就點嘅播出來，一捆了，你就解拖去後背，咁出平平。哦，出味呵！做個人可能part time嘅就 interesting 啊 ，behind the scene 嘅。伊若是講伊有伊嘅 pattern 出來時啦，你是新嘅 pattern 啊，แล้ว伊有好多嘅上個staff price 啦，แล้ว你使去買，แล้ว其實我個買好我嘅 sister 個買嘅物件咯，伊衫嘅罐係咪咯？哦 ，OK， 佢趁 discount 啦。แล้วก็做一道嘅 part time 是 supermarket 啊，頂陣時人做過，但係我做嘅你 department 啊，我想起來，我做嘅，唔知係咩太機啊？冇 hardware 還是 kitchenware 我唔知啦。你去試下，你知你會 imagine 人買迄個電風扇啊？唔是 standing fan 你講夾到 table fan 啊？嚇，對 table fan 對，家己轉。table fan 你甲你講我要做 present， 叫你包 present。你興唔賺到包？我當佢嘛，我計 impressed with myself 啊！甲你講我拆掉佢，夾你抓接包。engineer， 你變做 paper engineer 係啊？My goodness， you know because recently 我 base present 我去找人包嘛，伊被 charge 我8塊啊！當佢你使開part time啊？啲啊，我直頭管佢講，蝦米8塊，咁你俾抓，我就俾好多8塊，你抓佢累，然後叫我想，你聲嘅我計廿對包，夠搞個，反正你到對嘢講都未請啊！好極死呀！即係馬路甲最近馬路甲上起來呢，我哋物件，哎呀！我介想會做包，我定到我只想到對幹嘛會做 part time 包 present 嘅 Christmas 嘅事。你知幹嘛？我哋會攤包 present 啊嘛。對啊，一定呢，伊買迄個電罐，伊本叫你包啊，my goodness，伊都冇半行，伊本叫你包。嗰時啦，迄個 generation 啦，that time 啦。冇辦法嘅，當你 YouTube 看到真一隻 pattern 嘅，冇辦法嘅。迄時冇嘛，迄時馬路甲內頂可有邊嘅事。你比我較老咩？
我應該會比你較老啦。比啷個多？嗰時我個冇啦，我冇老啦。做咩事咧？做咩事你冇嘢？伊 call SRB 嘅喎。哦，你冇 call SRB 咩？PMI。哦，那 PMI 嘛，那 PMI 嘛，哦，我是 SRB 嘅，對，我是 SRB。我是 SRB 嘅年代嘅。講咩會啦？伊至少伊就比我大3歲啊咯。2、3，因為我是第3歲啦。你教我8歲，你教我8歲啦。講8歲啦。哦，OK。特別能夠笑啊，夠笑會。我想講伊是比我細下啲咯咋。哦。是咯。我其實我定知去 trip， 我 last week 去 trip， 能夠想講我去讀冊過嘅，我都是去讀冊。哎呦，爽咁嘅事啊！你嚟試學趙西聽到一句話，伊嘅聲都接過嚟對嘅。冇啦，我是我那邊那爽咁嘅事哦，哎呦，mana我那老嘅 student，那邊你哋笑。誒，但係個上學講咩叫 part time interesting 嘅？我有一個啦，我做 part time，我啲上未記，我古早我做過一項物件。阿龍講啦，就使講。嗱，當今我飛到無你看你講咧，講古早咧，因為人古早誒種 printer 啊，啲 office 用嘅 printer，你拍E字出來無水嘅，呢種E字絲絲格格嘅呢，我是講你頓頓嘅，是講你。誒，係 dot matrix 嘅嚇，那看你嚇。伊嘅迄個大咧，可能黃色嚟嘅。是硬色嘅，一拍 left right 咧，刷呢個變過嚟嘅，所以種嘅你夾，伊唔是 cartridge 啦，係是叫咩啊？係一條 ribbon，佢哋 ribbon 咧，我古早時件 ，typewriter 但係古早時件，是 printer 是 typewriter，printer 嚟，唔是 typewriter，printer 嚟嘅。dot print 係你叫 dot print 嘅意思啊，就淨係90年代做嚟。dot matrix。我做點聲咧，嗬，係點聲故事嘅講，人買 ribbon，係了咧，嗬，有啲公司咧，嗬，有時 refill ribbon 嘅咋。嚇，對，一個幾英嘅。我朋友嘅紙嘅店賣咁嘅 refill 嘅 ribbon 嘅，所以是細細間嘅工廠間嚟就，往大家啲啲邊去錄嘢食嘅嗰咋。哦，都 re-in 嘅。要 re-in 嘅，我哋啲 re-in 咧嗬 ，re-in 咧我嗱咧為佢講，伊唔知 re-in 就可以做咗前面嘅佢，伊就是 re-in 咧，你個別捆好時少可以做啲嘢。咁我就做你做佢哋工嘅咯，做佢哋超嘅咧咯。哦。當今是冇可能揾你工咧，當然冇肯定嘅咧。出皮哦。嗱佢上英語人嘅點嘅。佢應該呢個印嚟啦，依 actually 唔是新嘅印，係 review 嘅印。你講係食咩店啊 ？review 啦，而家有時拍你 invoice 嗰邊物件，依字看係掉對曬了嘅，依冇水嘅唔見嘅嘛。啊，即係冇大行。我會記我做過，特別是做下咧，應該是我做自節係兩節年係做。教阿龍上啊！我到學嘅時到台灣嘅時，我做 traffic warden，伊人有時有正大 event 嘅時啊。哦，去搞 traffic。路要過後啊，咱伊人會 send 下啲寶寶會講出來了之後，所以下啲 traffic warden 啊，是我就是徛到下邊，你哋搖我嘅手，特別 end up 下掉落是one way 嘅嚟。哎呦！So 我當時教我兩個朋友啊，你哋這邊有車來嘅時啊，就是 pretend 我人有啲做工嘅款啊。你啲向嘅 direction 嚟啊，你。解好似偏假，我個仔女無論是所演咧，可能浪車，你 one direction 嘅 at least OK。啊！你咪爽就邊 at 學校下邊 at 浪車。我係有時聽你大嗰陣時啊，真係你冇會講嘅，我嗰個就有時。哎呀，特別浪擺成個阮這邊嘅 restaurant 是有當時 Chinese restaurant 樣成個請人去做學生報嘅，那麼做嘅都係講啊，有得一 tray 是，伊是成個你講咧一點鐘入面你都俾學了幾 tray，誒，即 sample 一把。成個 Costco 啊，成個 Costco 咧特別即係啲 mall 嚟咯 ，mall 嚟 food court 啦。然後你夾啦，請叫 sample 就係，我朋友講，咁樣夾較濟。後面啦嘛嘅字啊，就係了啦。未使佢字啊。古早做嘅是 catalog 嘅啊，夾幾塔 catalog，搬啊 ，in the end 啊看到300湯嘅佢哋嘅。
哎呦，这件事是最嚟，這是米青，米青我白女頭嘅米青。阿龍你咪講咩？上講你講當今上講你講國語嗰咋，國人有肯定講真係謝咋，往 MRT station 頭前啊，一路上些有嗰啲安迪老嘅安迪咧，60、70歲安迪咧啲白行一啲話情咧，伊是老安迪嘅咋，老安迪，因為阿婆本有嘅咋，譬如譬如我白頭毛咧阿婆啊，伊就是佢排這種嘅傳單嘅，排這種傳單。伊排一個單啦，我有當時啊吼，我特等你看 lunch time 啦，苦瑞人幫食嘅咁樣嚇，下晡12點幾都行過個 station 嘅門口 exit 嘅時咧吼，但係有安啲樣上來去咧，本是幾嗱種無相關嘅 industry 呢，頭一個就是 gym， 啊啦第二個就是個咧係咪 pilates 啦 yoga 啦，安尼款嘅，啊無咧就是咧 development project 嘅，人哋起厝嘅 project 嘅，都用上行嘅單嘅咋。伊學肯定單咧，往大人啊嗬，往講條話直直行過了嗬，伊單學往嘅時咧，往泉州去行啦就行走，直直行掉嗰種，所以大人變咗是個人人是佢差關係，用手去行人嘅單就對咧。冇 interaction 咧就有那講做呢個見面嘅就嘅嘢。你冇解講到話，你冇看到伊都只得行過嘅啦，伊之後你泉州橋嘅單咧，驗掉後咧直直行。行掉啦 ，usually 迄個單樣鹽掉做咩事咗你啦？我爸爸一下格，哦，我嘅一下格誒，因為你真係說，因為樣子咧安啲嘅了嗬，樣嘅工就是俾學啲單出嘅了。所以你成日做好市面嚟講，你計嘅攤類嘅。所以有當時往十半當時我看到只安啲咧，往過去間嘅單嘅咧，就比較少嘢啦，人哋嘅走幫工嗰種。所以台灣兩講嗰隻裡面嘢啦，actually 個人係冇上過一點嘅數。就是你係嘅下格嘅嘛，特別樣冇嘅，特別樣冇嘅咋，樣冇嘅咋，樣嘅 society 係樣冇嘅咋。冇咯，佢安啲派單啊，攞係咯，攞債講係你安啲就是要做喺你講，依家幫工。看你個都係啲 secret shopper 去嗰度。你去嘢咗啦，嘢 thank you 啊 ，thank you 啊，嘢咁真得呢？你個嘢啦，單咧，usually 往是冇看嘅物件嘅咋，往嘢我咧往自己 restaurant 就背啦，往係做到頂我就走嘅。會是學 tissue 啲店啊？對，日本學 tissue， 台灣本是學 tissue 啊？台灣以前選舉嘅時人學，我本學 tissue， 選舉學 tissue 有時有咧 advertisement 人本是 wet tissue 啦 ，wet tissue 學得字。dry。我去日本嘅時本是平常 facial tissue 你。travel back 嘅呢，一包呀。然後我 cousin 就講，我 cousin 講攏去出門嘅時啊，攏去揀嘢，學啲書冇插喺入面先 triple X 啊，你咪你小英講唔要緊啊，叫我夾，我攰住夾，嗰粒啲書佢嚟燒佢 back， 我有一個 back 誒，所以佢落夾。我本上嘅我讀裏面有一排咧 wet tissue 緊了就是能學 free 嚇，你嗰邊嘢嘅了嚇。你本好 good idea， 你個人 at least 人有人 benefit 掉嘛？就使台灣你咪講咪就使。對，我咪講呢，我同你講，我出發單時呢個，就是人劇啦，俾個俾咪結俾鈔票咯。然後一來啊，呢度呢度。這是嘟嚟啦。嚇，對。等陣妹，我俾妹即個卡嘴條你是唔是啲火車啊？是咯。我聽到你開車時，我 mute 就看你，特別係我 mute 看到你未講啊。看到你未講。哦 ，OK。我個見 mute。OK。แล้ว OK，係你人騎嚟俾物件，你俾好，แล้ว呢度嚟講就顧啦，俾啦我俾第貴嘅咯，係钞票。第貴是就這類啊，下邊前貴款啊。Oh my god！俾你好，你咪講，我成日錄日電話，我講不款，我講嗱，我念格錄嘛款咪點咯，我嚟俾我都我咪是留錄咯。跟住佢就嚟，佢就係俾咗就，跟住嚟時 OK， 我就係俾500幾塊鈔票咯，暫時講佢就係貴啦。但係有你講咩咯？我 business trip 俾去台灣喎，咧對阿 Q 嚇。好嘅啦 ，hit you up，Oh my god！掉車鏡啊，甚至咧試下買香物件啊。冇要緊，佢第三節嚟，佢就係俾啊，關你啊。就你嘅啦，就。啊，攏都買卡票，那冇其他人試下，暫時冇錄緊就 form 5、form 4了呢嚇，乜㗎？
還未了，咯，就冇啊，未啊，後生乜啦假期？我都同 Sugar Daddy 啊，同佢講，同佢冇成你啦，同佢下面做工啊，同佢。講佢啊，未，你咪在，佢啊未去。anh tao 係啦，你成個你細漢咧就會去買去上地啊，嗰啲。買去上地呢，organ 假如 organ 佢都死咗。哦，叫你變哪個啊？我就有無好嘅物件，有無好嘅物件，我明白。但係呢啲人哋一時少年，你點知？而家錢點知？意見啊，所以要可能到人會爆啊。我唔到隻啦，當然人40歲啦，但是人被啱上間上情形。40歲人佢會爆咯。伊要包路，伊要坐到去台灣都去哦。驚啊！你知？很時嘅 passport 出嚟可以啦，都對咗。冇啊，會使每跨個報攤經哦。佢家冇嘢哦。夠實。佢係飲個台灣奇怪啊，咪係冇奇怪啊。奇怪啊，我咪奇。不過喺每個下面 season 都未使落去啲即係 shopping 就俾allowance 就借啊。我計上時嘅票就冇啦，我計上時講起你咁先，伊特就是嚟俾招標，伊是換一隻就是為咗俾扣路嘅啦。我係成日都係唔是俾爆路啊，俾開幾歲人？俾爆路，伊唔是一種錯路去，然後見有呢個organ嘅，應該唔是啦。Usually 差唔多 about 30歲肯定嘅事。伊唔是要計 organ 啦，伊是要食 organ 嘅啦。你要食呢個5 organ 啊？佢啊，你食你5 organ。除咗就佢係蛋。唔係，伊人看嘢就唔是吉利人嘅，你就啊，死都後悔啊咯，後悔咯，同嘢冇啦，唔係開嘴咯，冇問題咯。哦，但你我話實話本嚟驚啦，唔是講驚上面都成個，哎呦，I mean 佢驚本咯，成個安裝成個 step out of line，頭先收你呢隻表情驚啊。一個一時白刀時就嚟俾我都俾錢幾塊，你累定還是幾好？知道冇？你做乜嘢？看單啦，看單咧！誒啊！你見啲冇啲钞票啊？其實啲先去嚟喎，錢幾塊？呢就話幾好。嗰咪叫，嗰咪啊？因為啊，尋時 James Bond 出嚟 James Bond collection special collection 就係你要一個 suitcase 啊，然後issue 佢唔知。I think 幾千塊本啊，甚至其實就係日本拿起來看啦，我對嘅別啊，誒別就好勢啊，別啊，然後咦佢哋個別貴喎，哎呦，上咗我講唔緊啊，樓下 ATM 啊，坐到去 ATM 訂你，有別，會啊，你我咪去夾女啊，有別啊，訂你坐訂你啊，等你白坐去 ATM 等你白訂啊，去訂你。因為日本就係邊嘅，咁我都坐喺其他，伊冇可能冇俾呢個嚟講。哦，可能，唔係佢哋個別貴呢，係咪別貴？因為我用 ATM 所以訂。係啊，人都冇拍水俾你，而家佢哋夾出嚟係別貴。買清佢仔 credit card 是個貴未貴咩？唔是係你出冊啊咧，係你用係你冇啦，你攞啊出冊。你講應該是冇類啦，時候但係你講冇真嘅。我聽到出冊係被 deny 嚇。未咯，但係有電視掉到真係謝嘅，同啊verify。條風險 verify。VA 啊，我古早做 VA 啊，就係一屆啊，有嚟 customer 啊，嗬，就叫你改成 A 啊。呀！啊 ，especially 啊，我掉正是係你 Negro 嘅學人。哦，你叫你情人咩？伊啊，就位伊樣講話 ，I don't know maybe 是一樣嘅伊唔是講 root 還是安怎，是 maybe 是一樣嘅位啊，是安怎唔知？一直頭衝卡路誒。哦 ，maybe expect 你是。你伊無問你要去台灣無啊？冇啦，因為你係機會招。你 grow Africa 啦，嘛啦去。我唔知，總之是我呀，一直就衝卡叫你請。
我是無請啦，然後我 after that 我是我 family 人開A店嘅嘛，然後我有請過一個part time，我負責我做家下面啊時候，我請到一個part time，樣大部樣囡仔哦，你知樣古仔囡仔樣甲骨力嘅無啥，他那囡仔無可能去甲你請 A 樣古仔囡仔講，哎呦我有趁伊比甲我買啊，我看咩我比看咩買去啊，因為你只酷落去甲樣。請 A 啦，白 A 啊！但是我未。誒，我 OK 喎，佢話 OK 喎，嗱，是你叫我請 A，我冇 OK 喎。你去做 service OK 嘛？我同你講，做 service 咩事？你講你嘛？我知，伊是老人，我明白，你明白哦？你是老人啊，還是後面我help你請，白見你未請落去，伊是掉啲安尼坐了，安尼爽爽安尼吞了卡，安尼好你明白哦？你當然夠做。我冇做啦。哎呦，幫伊買，我要去投入啦，我卡好咯。你決定你變咗學嘅你個集牌哦，投資者嘅一定春卡好咯，講情嘅。我叫我經560箱嚟叫你春啊！哇，而家你條啊！有買咩啊？斜卡你講咩啊？斜卡、斜票、真係人本身呢。呀，你冇辦法咧，冇買你是大了呢咯。特別我陣時去日本我去買殼啦，因為間店嗰時買殼啦，你咁都停殼啊？然後伊炒股來比我殼卡，然後行比，你唔見？然後又我 try 嘛，伊股來搞百多，就才驚。service 日本是 the best service in the world。呀，你使講是 service 啊，但我唔รู้啦，但係normal 人哋啦，人比較人 able 嘅嘛，人苦咯嚟比較人做，你派死啦，你講。啊，是咯，就才驚咯，我未見我，但伊搞百我個 QQ。因為你可以啦。日本學啲咩？我冇，你講你搞咗特別你識學冇啲邊個嘛？冇啲邊個做。哦。我頭先報啲邊教咗，我唔知啲咩些人嘅 offended 啊，我驚。日本上嗰時誒就，even 日本就做樣 PC 啊，就是嗰啲看到我哋老人家嘅 anything 啦，你要為何人做啊？因為起行嘅嗰種。哦。啊，冇，depends。我講唔是講隔了啦，特別我做等啦，因為起行。特別馬來西亞 OK 喎，去到 hotel 碟又 OK，好。hotel 啦。你冇想啦，你冇想。hotel 時，你話講聽啊，你去 hotel 時候，你啲位較濟就，哇 service 你唔知就好，我同你講，我就教你唔注意嘛，我定住去 Rasa Sayang 嘅時候，我注意了，以後你唔知學，你直接 check in 嘅時候，你2罐定3罐就注意，然後我報告2幾年真正我就啉了2罐啊，然後我就拍電話給伊家來咯，然後頭我伊家臨家來時我有啲碟嘢嘛，然後哇，一頭嘢貴嘅 crate 嚟嘅。6罐好嘛？驚死人啊！特別係你就唔要緊，慢慢搬你嘛就，是講我對我是較方便咯，我唔免講點拍電話樣，因為是生力6罐就好嘛？對是啉，我啉過了啉剩1罐冇啉。แล้วhotel 有請 part time 嘅人嘅，casual worker 有啦，room service 就叫辦經咯。hotel 有迄個 restaurant 啊，伊本請 part time 嘅。waiter。哦。古早我 interview 過咯 ，interview 過迄個Evergreen 做 casual worker 叫辦經了，對人講貴啦，咪貴啦。佢真係啊貴，你有一貴啊冇做啊？冇做。伊被下路走嘅啦。因為古早就係 Evergreen 就阿打啫嘛，古早。啊，對。頂到時我見 Evergreen 有影係咪咯？有聽到有係咪？講話有幾個數這禮拜是冇啊？咱講真兩節啊，八大咧冇幾個數啦。我咪甲你講八大，我記住啲一個 hotel restaurant 做八大 ，Chinese restaurant。邊個？你我做到我下邊咧，我做到我去講啦，就咧伊個 customer 唔係你起手，係你叫我倒地，哇！我都起笑啦，倒錯我倒到一地後啊嚇，我唔是倒到一地後，我倒到伊個盤碗嘅位。哇！你叫咩？我想我個跌倒，也係會出，睇死咯 ，sorry，啊，叫咩個倒到對地後。喲，你就驚伊盤碗係地倒到對地後嘅。你日日呢搭飛條，日日呢搭。
啊，那这个 waitress 咧是无加 tips 咯，所以伊家做咯。如果咱加 tips，你冇嚟家做，是不是？你驚我冇貼啊，還是聊聊咧嚇？你冇貼路嘅人哦。哦，按怎講法？哦，對出去啊！一頭對出去甲伊講，一頭對出去真正一個 Chinese 肯做嘅。下面屬於冇網要，是唔是？下面幾多冇啊，網要？一頭妹啦，你知唔知？即個國家是愛 keeping 嘅，無美國嘅。一頭妹樣，一頭妹個你屬於無啲咯。But normally, if 佢哋唔是外國國家 ，especially Asian 啊，我講唔是外國國家咧，人家了是會知講愛 keep 嘅。超古早年代咧，1990幾年咁先，10% at least 10%。But if it group 真正大咧 ，once is like party of 6咧，嗰時 and above 咧，我哋是 automatically charge 嘅因為我諗費事，但係我淡薄做錯，我最 maybe 你啉個了，我 1 second 裏面冇聽到你啊，你講 complain 啊，你知影啦，so 費事人看咯 ，because 用 party of 6。Tapi lu hele國家 tipping是 because 伊個 minimum wages 嘛 for that so minimum wages 你去 force 人去學 tipping 是 based off the problem 嘛，做咩說這個 industry 冇去 force the government to increase the minimum wages 咧？你 government 買嘛？對咯，但係伊人都應該 continue 去 force the government 政府，做咩做咩去 force the government？你選入來政府有時學講，哇，攏忙做啊，忘了這本錢只關啊，要學工資。特別有個人伊 ask for tipping 真正 irritating 嘅咗。像 last week actually 我去 Boston 我去食個 lunch 一直頭行來講this is a guideline for you。係咪特別學幾 percent？ 我心想係咪物件叫做 guideline？ 你會使 suggest， 你袂使學我一個有冇嘅病 please？ 有，你甲我講呢，我就看伊咧，徛喺邊頭前等我開累，我叫俾我講，你 just leave it here。我講我愛學你就我家己輸㗎。唔是喎，要有 guideline 嘅咋？伊唔是 guideline，伊是 suggestion。你會使學like 15%， 你算學你啦，你按你看你表，你先你開我先 receipt 一啲有時係。阿郎是講係 guideline 啦。伊甲我講嘅是 guideline， 你講你。Basically, if you take 15% at least I mean 15% 咧，一樣都冇對住咯，10% 就對住佢咯。特別係講當金咧，當金就冇成當金tipping 你去買 take out 本好你買度個，你買食大包物件，伊本是就要 tip 嘅喎，你攞 tip 喎咧 ？tipping 嘅喎，冇，其實。冇，我是有啲，我就是講係你成日去 pick up 呢，有你會冇啲啊，成我個見面都去見面，我就冇啲啊。我是 visitor 啦，我冇變啦，冇啲看到目睭見面看到你喎。係咯，我嘛就啲咯。我看你 machine 位看你拍下你貼。就去啊！看，你看到佢哋伊個佢哋 cut machine。下掉咯，下掉，你當然你使訂嘛，你使訂 automatic 嘅，有人時你去嗰啲店automatic 20% minimum 嘅啊，嗰時 take out 嘅啊，係你我度冇啊，你成日氹啊嘛，你學我15%，我個會痛，我會度10%啊，要先是10%。depend on 係咪 state 嘅，就夏威夷同我講minimum 18%。你講啊？係啊，或者咱tipping 嘅是新嘅 topic 啊。冇誒，這邊是成啊，普通。你會去外口買物件咧，就是 expect 就俾學碟就掉啊。到時我感覺我這裡真正一人fight啦，做咩事俾交面 service 嘛，你去叫買清夠，你清嘢佢就碟伊啊，你。我冇碟嘅，我 offer 去台灣。offer 去台灣。來，台灣來日本。特別落海時期嘅。我俾佢跨年，我俾佢US 11號 New Year Old and Young。Old and Young？ Old and Young 是正當未生嘅店咩哦？有。
對。我人樣是未殺掉我記。O N 樣係 Old Navy。O N 樣，馬來西亞票嘅我記。O N 樣咁打咯。咁打啦，阿 John 咧喺咧香港嘅樓梯邊啊，唔是啊？對。誒，I thought O N 樣是到啲另外一邊嘅，是到啲咧 capital，唔是？係咧講賣手錶嘅店對面咧啊，賣手錶店，係咧唔是話咪香港是到啲 super 咁大邊嘅。哦，而家唔到啲麥當勞對面咩咩？A&W 嘅頂邊啊，而且你等係咪香港嘅店樓梯？你咪香港啊？你香港唔是你大理頭前嘅咩？大理係咩？大理是嗎？冇，是大理啊！我未記是到啲，是 super 咁大，between super 咁大，佢自己起大嘅檔位嘅樓梯。啊，你係 police station 嘅頭前嘅咯？你咪香港路梯，你就係 police station 係嘛？actually 咁大真係謝等嘅樓梯啊！我講你 super 咁大會，super 咁大會。呢是 super 咁大誒，哦，唔是連嘅，唔是連嘅，呢啲是滴落嚟。super 咁大會。是 super 咁大後尾掉 ，super 咁大後尾位掉。The top 嘅位咯，當去 the top 嘅邊咯。嚇，冇去 the top。我講嘅是你連到嚟頭。有 Daily France 有 Daily France。喂 ，super， 但係你就有見白紙，我就未叫咪協啫，啷個就係講未從講樓梯先得咯。我咪叫即係一句見到搞我協。見到有但我等我搞去到啲啲，到佢幹嘛定住是 episode， 即係看到幹嘛 episode， 讓我聽，讓我去看哦。幹嘛 episode 個有 video 嘅呀？哇，我都聽，我看。OK， 即係阿 John， 我係試安裝嘅時候都 OK 不 ？OK。OK。因為我已經換咗，我換咗 headset 咗。哦 OK， I mean 是冇亂啊，特別。OK 啦，時講聽到係 headset 嘅聲咧。豆哥聽無？OK 啦，你聲無夠 on， 你就叫 WhatsApp 啫。嗱，我已經換咗這個，我換咗這個，我換咗這個。這個係咩？你到 show 下？你到底在 show 我都冇看到。Google Meet。哦，特別你 audio 嚇，你 audio 是到啲 clubhouse 出，所以我未看到。OK， 但我放大就喺度看。呢是 AirPod 啦，你俾 AirPod。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邊講即係咪講正成啊？即係話嘅replace 上幾嘅我哋 OK， 感謝下禮拜再見各位，拜，大家拜。到啲 YouTube 嘅朋友，禮拜啷個到啲邊去看？唔是，聽見你係冇看到 episode 到最尾帶，最尾依靠第一看聽時，但係你就正嘅時話很掉落，因為同啲佬個邊面叫我很掉落，拜。